是要飞去倒位？爱听台语歌的人，一定知影赢你哦，知影无你较快活，知影实力上我的心。占雅文这的歌到目前，卡拉 OK、KTV 拢有个众人爱点，搁较免讲邱云子心无奈，红百惠倒上，同款到即阵还搁咧迄度，一首推动这的歌发表，创作的永川老师今日要来和咱开讲呢。佢将要成就你听咱的老朋友，另外一位音乐家陈和平老师，讲起伊和永川双人30年的好交情。伊细汉少年爱音乐，爱乐器，爱演歌，所以造就了伊尾仔呢，伫作词、作曲、教歌方面，从演歌味做重。你感觉伊教歌演歌味的，伊作曲演歌味的，台湾式的演歌味出转的，真下台湾人开口。啊，尤其呢，伊这物件吼，只要出台日学咯教歌。我试讲，我伫北部咧教，伊伫中部咧教，伊一句哦，还佫伫嘉义、台中地区一摆教7天，无简单。伊回甘是英雄，伊捧一个张雅文。这文雅文若无永川的发掘，伊是无效的人。伊不但教张文唱歌呢，教伊写词，教伊写曲，吼，啊，佮参与制作唱片。伊对赵文是种唱歌无所不至啦。蔡永有个地位，堪称是永川老师的功劳。所以当时张雅文走去吉尾啊，好，伊食晚餐，晚餐嘛是讲也无大啊，这落对无？啊，落严真落大家落测验。伊这点互我真讲，伊人真豁达啦。比如因为学生走反背人，我若背几来一别咧，然后你走做你走嘛，吼，啊，道你较好，你就去。啊，伊讲一句话，互我真趣味，你毋知影？啊，吉尾啊，你啊讲过，我骨皮愈小啊，对无？伊接了阮会愈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血底愈消落愈好啊！我骨的血底会当卖啊，我哪摆？我也感谢咧。我知你真快乐，我嘛真欢喜。咱会当就咱所捌的，奉献落爱好歌唱的这台湾人，互咱台湾的这下每一个有会的人，让得到伊人生最后一段非常快快乐乐、光辉灿烂、真正美满的美丽的回忆。努力继续，上重要是点，身体要保重下。心怀念的人，想要见面已经迟。国际线飞机载你离开，彼暝也是落雨天。阴暗路的雨犹原这呢多，紧甲心内的痛苦。暗叫你名。啥人会理解？有你在身边，逍遥自在，失去心无奈。
啥人的理解？有你在身边，逍遥自在，失去心无奈。心内的痛苦，暗暗叫着你名字，失去你这等来，痛苦啥人会理解？有你在身边，逍遥自在，失去心无奈。永川就是热青木，热青木就是永川。咱赶紧来欢迎台语歌坛演歌路线的教父热青木老师，老师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制作人你好，嘿。老师，早就爱来安尼，坐哦，做是哈，开讲是哈。啊，都真欢喜当你会当邀请我来吼，互这个荣幸一届机会啦，足感谢你。老师，我所知，你对歌有兴趣，不过细汉的时阵，无人安尼甲你教，你家己懵的对无？老母吼，较早日本教育吼，拢唱日本歌啦。较早我若问下老母，你会使我唱日本歌？伊讲我较早拢去唱军歌呢。阮阿舅嘛日本教育，伊咧做邮便局，咧共送批吼，日本教育吼。阮老爸本身吼，伊即个唱即个南管北管三真嘛拢真够唱咧。然后伊嘛做唱啦，做歌戏。阮老爸嘛也做歌戏咧。所以讲拢细汉拢听伊个有哪，听到问爸，你这唱这是啥物啊？伊就讲这是啥物调？较早人拢用弦落咧下咧。现在下就开始唱啊！咧，我是啥物人，住伫啥物所在，就开始唱现在歌吼。所以拢有影响啦，这拢有一个基因的遗传。头一摆老师去摸到的乐器，也是讲开始研究的乐器是倒一项？较早囡仔拢较散咯，有当就用家己迄电骨草啊去刻个刻空啊落笨啊，所以就笛子啊，嘛家己袂去做。较早的人拢较。比较伫讲啥物物件，咱爱家己算啊，家己做啊，乐器吼，逐项拢会晓，从小嘛晓拢会晓分啦，问题是有精啊无精啦。家己摸进展到讲，互人看到你的才艺。我退伍了，我10天我就出去家己开唱片公司啊，唱片行啦，我就开亚音唱片行。迄阵早拢出去，讲白了，迄阵早是盗版啦，就唱片啦，你要啥物歌，我就甲你录7条，这一条就一条，几条啊，录客人车。客人家他旅行客就排完你啊，高清的吼，闪闪叫，拢落去咱的金属带啊，什么 CRO2迄啊，所以咱咱亚音吼，录音吼，录得足好的，我机器拢开足好的，啥马兰子的啦，什么迄种早期迄安尼 CD4的什么迄唱头啊，黑胶唱片迄我拢有咧算了后，就教唱歌吼，教咧，当然教占小米啊，小米就是。就即卖小樱花嘛，13岁歌手比赛得冠军了后，迄阵时得冠军了，唔就讲电视评赏，迄就是占小米赚的。了后咧，就13岁了后，迄个金孔雀唱片，台南一间金孔雀唱片，就来找占小米唱歌，翻唱歌啦。迄阵我就做歌互伊唱啊，所以迄阵时就开始学制作啊，就共做制作啊。年尾了后，再过去金歌唱片做制作，嘛去海力海力唱片，到尾迄当时就开始讲，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立一个唱片公司啊，了后呢，再来成立这亚力唱片，是安尼来。人阵早期你教唱歌，也无卡拉 OK， 也无啥咧，就是用迄唱片迄个音乐版的。就去买一台迄个机啊，就像这留声机用调速度的。
即摆若要降调时，就甲放落来，降落来，哦，伊就较低啊。若要关调，就甲转较紧就关。所以甲即摆电脑机啊，共款升降机共款意思啦。啊，迄是因为你对音乐的器材太有兴趣。做即个有兴趣啊，我就尾啊，我上早做制作，我就甲几啊间较无名做过吼，做制作了后，啊才可以金格唱片啦。金格唱片遐阵啊，就讲了，即摆就讲了音质遐阵嘛伫遐啦，陈磊嘛伫遐，我伫遐甲伊做制作的啦。人要做的歌，甲咱要做的歌，有当着有重大有情差，咱一定有一个意向，有一个目标，讲我要唱什么开口的歌，还是要发挥什么款的线路，毋则家己开嘛。若讲做制作，迄阵啊，吼时间拢真长啦吼。啊，若讲做有趁钱就真好，人做无趁钱，咱嘛会感觉真对于人个足歹势安尼吼。所以我若家己也一直想讲，有一天吼，我若家己若有才调吼，出来开唱片公司啦。占小米是占雅魂，就是小妹。啊，迄阵啊，姚文，迄阵啊，伊是对当大人嘛，伊国小有年级嘛，等咧当大人声就较，当大人声你就知影。较会安尼，较无遐好势啊。连尾了后，大汉啊，就变做无共款去啊。啊，拄啊下着讲，你想要家己开唱片公司，对，想要家己经营，对，才找因两个讲，啊无咱来录，来做樱花姐妹。当初伫练歌的时阵哦，迄当阵啊伫练，规定囡仔吼，规定囡仔嘛了，佫有3、4个啦，啊嘛有查甫的吼，啊当初有讲啦，讲啊，我甲恁教无钱的啦，啊。那后一天我若开唱片公司，啊，恁两个爱倒来甲我唱啦。这是早期去甲人教时是安尼讲啦。啊，连尾啊了后，我开唱片公司，我就有着本来上早是别人先唱，伊两姊妹唱的时都起都差一起，那上到你录起来时，那迄个音乐姐妹诶，人较是会足好诶。因为姊妹当初我会家己斗做伙，这是有一个因果伫遐，就是讲当初有一个做日本有一对姊妹做前朝姐妹，前朝姐妹，啊前朝姐妹这对姊妹，伊两个合唱的原版唱片我有啦，原版唱片唯一的一张，迄我有啊我听，啊我音乐姐妹，佮甲伊较不共款呢，迄个阵我才开始成立音乐姐妹嘛，我讲这姊妹都差一起来夹应该袂歹。所以做音乐姐妹第一集，因当中开始唱台语老歌。台语老歌咧出我咱咧教因唱吼，台语老歌咱本身就拢足，咱咧讲的演歌啥，其实我嘛真晓唱歌呢。早期我咧整个唱片的时阵，无人好唱喺后壁，做迄诸葛亮演唱秀的迄独唱的后壁，幕后主唱我嘛咧唱。我拢唔知呢，老师。我伫还阁一北京的时阵，我嘛有甲因唱过了，啊唱迄当拢用拢迄款啦。迄物件喙讲，哎呦，安那遮来放我的歌，遐嘛咧放我的歌，去中华路，咱台中中华路要食物件，拢夜市啊嘛，啊就放来讲，安尼袂使，人就无法能做歌星啦。惊你伤红，安尼我就爱听有啊。嘿，那是安尼也是好啦，啊就从啊开始做制作，家己做家己物件，啊就哪里讲诶？当初成立唱片公司是真艰苦呢。迄敢若听来讲拍一支片爱开偌济钱，咱哪有迄个钱好开？无迄个钱好拍，啊，就家己去买迄个8是尾巴啦，像做啦，开拢有迄尾巴的，咱就家己去买机啊，家来拍。你知影哪拍无？用迄卡带、奥克曼的安尼放录音带安尼对喙了，我天才！你不甲阮讲，我毋知影讲背后有遮尔济辛苦，人要成功吼，真正毋是遐简单。拆开一张旧花信，内容写着对我情话变，伤心的，经过
这久的感情，痴情犹原放袂清。敢是别人比我较有情，予你看无我对你的心，无留恋过去情义情。是你无情，是你无情，是你伤我的心。拆开一张旧批信，内容写着对我情话变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经过这久的感情，痴情犹原放袂清。敢是别人比我较有情，予你看无我对你的心，无留恋过去情义情。是你无情，是你无情，是你伤我的心。敢是别人比我较有情，予你看无我对你的心，无留恋过去情义情。是你无情，是你无情，是你伤我的心。是你伤我的心，咱到目前看到，其实吼，都伊一个啦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叫做赖清木啦吼，啊，搁另外两个吼，印伫咧 CD 卡个后壁面吼，讲一个叫做永川，就是你啦，对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叫做詹淑晶，就是伊啦，啊，恁两个毋安尼倾做伙安尼用心计较，讲即地要安怎甲做出来？我问向阵有一届甲我讲来讲吼，老师啊，我若去家己亲戚拢讲阿美也较好唱歌啦，我都安怎，就来念你花牢骚啦。我就讲这看上会用改出单飞无啦，我袂要紧啦，来试看卖嘛，袂要紧啊，你也毋唱足歹啊，足好个啊吼。所以我就唱个第一张专辑啦，现在甲拆开安尼啦。迄阵阵你练歌真正讲啊，袂使失败，绝对袂使失败就无后壁就无啊。所以因为本来就是拢音乐层面上夹的迄个，啊，搁唱老歌。对，有夹过来了后呢，到迄个时阵啦，已经人讲水果色啊，就用独立啊，所以就是你上我心情，真正唱得真好啦。啊，若拄到下着歌咯吼，啊，拄啊迄阵阵时机拄下着咱吼，就一地就起啊，我嘛毋知。无老师，毋是毋知哦，我听讲吼。你足用心咧广告宣传，拢加减有开的无？因为电视台拢甲我讲，恁著拍单歌就好啦，无著片头片尾就好啦。我讲我都要上看现场啊，著摆袂落啦，歹势啦。就无法度，所以讲我拢伫迄个片头片尾伫摆。所以每一张专辑后壁，片头片尾我逐条歌只有10条歌，加到8条9个啦。8、9条你甲看，拢是有连续剧。迄连续剧像阵就出去就爱偌济，一届买就60集、50集上届济就是迄个《中南的新妇》120集，面试上清的，爱经歌呢，几个唱片公司的歌拢来，经落去，经落咱的啊，无你较贵啊，所以迄个开上济钱。所以是一摆120集的支票爱开出去就对啊。无哦，迄个现金就爱偌久现金呢？几集一届现金，无个支票安尼开呢？遮大个投资。哎呀，
127拢开落啊。所以出戏实在有够红的，全你讲华人地区食毋知中华新妇，对啊，迄首歌实在开上多啦。其实一个歌手就是老师角色足重要，你安怎甲家己安怎唱啦？哦，啊，无影讲出世就会唱歌啦，共款啦。阮老爸咧教阮唱歌，伊咧唱我咧偷听去偷学，伊甲知我咧甲学，伊嘛毋知影。我嘛是拢会甲偷学阮老爸的歌呢。我老爸唱歌迄有两路安尼。啊，亲像你讲的迄，说是你上我心的是迄个是你无种迄个观音迄转美神鬼呢？遐转美神鬼在唱会好听。啊，因查某是用假音嘛，啊，你若较查甫老师要唱迄个所在，假音你若加袂水嘛，一定要用美神鬼啊。所以美神的物件就甲音乐有关系啊。哦，早期的上山回厝唱心所爱的人，都是甲咱心所爱的歌嘛。哦，伊心所爱人啊，伊迄个头一句，嘿，就当假音嘛，够赞的。迄真正上山回厝，迄真正好唱啦。哦，迄种早期咱已经拍迄个底底啊，咱的读壳，咱所灌输的，就是讲迄 style 拢伫内底。啊，你的意思毋就讲台湾人就是爱听这味的？台湾人本来较早所有的歌，人去日本歌过来较济嘛。你甲看所有的歌，红的歌、早期的歌，拢嘛是台语歌，拢嘛是日本歌啊、日本曲啊，敢是安尼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其实歌的物件拢会写相插啦，安怎写你就相插啦。10几音尔嘛，对无？一定会相加嘛，绝对会啦。所以教歌的物件，咬无来迄个就拢自细汉咱就甲叠迄个功夫就拢个叠落啊，无咧看步啦。嘿啊，所以讲教歌、唱歌，对台语老歌逐首咱拢唱足好个，甲人无共款。所以我就是拢甲教无共款了后，我出音乐节目也是啊，才会较有效啦。你要搁来搁出专辑，你看10首歌就无共款啦。所以阮有独的意愿。迄当阵啊，长好的时阵尔，迄一个出货是安尼，无用到要死，规拖拉久啦。即摆就袂做哩。啊，所以迄阵真赚真开呢，广告就是甲叠呢，然后我就无少成本，就先叠就对啦，叠要起啊，所以也里向怎足穿的。嘛，因为安尼咱嘛知，咱也问吼，慢慢愈唱愈有信心。对。包含讲较早毋敢上综艺节目的，尾啊嘛加减教，愈来愈侪人捌伊。咱就真啊，第几个拍出好，啊实在若真啊歌声咱唱起来，对我讲过啊，歌你安怎教伊安怎学啦，啊你伊安怎唱啦，啊了我拢做伊制作人啦，是我咧制作呢，毋是伊咧制作呢，徛制作人是知我无，毋是伊咧制作，是我咧制作。老美说大家会知嘛，这也袂晓，这也袂晓用看，用嘴讲拢无准算的啦。迄写是你要捧。要捧要安怎捧？要安怎捧？你就是名互伊较济嘛。啊，咱做头家人做幕后嘛，啊做老师等于做幕后嘛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安尼写，所以你会讲安那死的人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迄个时阵有真侪拢写伊作词，你作曲，嘛是一种分配的过程，对对。作曲我啊随伊，哎，啊你看尾来我的歌手，每个歌手他有他写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教因写，讲这边安怎写。哦，啊夹的，安尼毋则平做平起起来，人伊嘛买咧。咱拢替人想后壁啦。你看百货嘛有写歌啊，即摆尾啊歌手嘛拢有写这歌词的部分啦。连到我员工嘛有人写啊。你即摆因子的幸福人生客家的主持就是我家的新妇啊，伊写词啊，迄就是写词啊。呀，李昌本来就是。一个金冠霖嘛，了后就樱花姐妹嘛，3个嘛，再过来再言辞，因此来再过去百惠再过来，过再来就疗愈你，是安尼来。因为人介绍云子来你家进前，伊家己唱对唱已经真发挥啊。迄时阵你敢有注意到伊？有啊，伊就唱迄条希瓦里的歌嘛，情难长梦袂醒。对对，系啊，唱得袂歹。啊，毋是搁较进前你就介绍吧啦。啊，伊就做阿官咩？啊，我就真个当制作人，伊就较细汉，伊就伫遐。有当啊，伊当早伫遐有当买。啊，阿官爱去煮饭嘿，倒来嘿，阿官也是爱去煮饭啊。系啊，伫真个时我当制作人嘛，啊，然后陈磊嘛伫遐嘛。系啊，陈磊向怎啦？陈武雄嘛伫遐嘛，就是阮就共公司的啦。头拄我咧讲情难长梦袂醒吼，老师，咱先听阿官来唱一个，小等咧，互伊现场来甲你开讲。好。
场梦到这渐渐醒，一段情已经袂当依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祝福你。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，对你的思念心情线来离去，不想你甲想起。情难断，梦袂起。一场梦到这渐渐醒，一段情已经袂当依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祝福你。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，对你的思念心情线来离去，不想你甲想起。情难断，梦袂起。一场梦到这渐渐醒，一段情已经袂当依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祝福你。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，对你的思念心情线来离去，不想你甲想起。情难断，梦袂起。对情难断，梦袂醒。拼来甲伊家己独唱，心无奈。两支骹独唱甲对唱拢徛会在。到目前伫歌坛还佫真发挥。邱芸子，芸子姐欢迎。郭真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邱芸子，曲文子。老师对啊，对啊，拄啊吼，芸子咧讲啊，伊家己情难断，梦袂醒，对唱的所在袂歹啊，但是吼来到你遮，才有唱独唱的。对。这原来你的灵感，你的用心对无？对。伊咧唱歌吼，真正有迄个开口啦，啊那适合我的开口啦。安尼吼。因为唱歌有两种，一种是这样单电声咧唱的，是。甲一种是用，甲咱靠迄调音咧调，迄无共款啦。啊，甲家己足重要。你若加落来，你若这个喙型无加到下层伊的神，你无加乐器无加，你导音袂出来。导音出来的物件，毋是用力去塞的，是自然，吼，拖音的。颤动的。像啊，
感情是假的嘛？感情，唔免讲用足足啦，感情迄个啊，迄用迄硬气对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入来咱的雅丽唱片公司吼，跟咱的那个赖老师结缘的时候，是文心大哥介绍的。对。啊，伊时阵就讲，啊，云子啊，你即摆营营伫啊，咱唔出唱片是咧创啥？文心大哥甲伊介绍来雅丽，来这赖董家。啊，伊咧唱伊的歌咯吼，足适合你的，拢是日本开口演雅开的。我讲好哦，啊，所以就来甲老师结缘。那当时老师要做《幸福人生》去甲你这片的时阵，哦，真正足无爱呢。伊面我像老师安尼讲好，感情安尼哦，因此你爱安怎唱丹田对一个啊无，对一个山寨伫倒位遮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我感觉讲，来到我们的赖老师这边哦，真的学到真多唱歌的技巧啦。头拄仔听老师咧讲，才知影讲，原来你伫金阁10几岁啊就去啊。对啊，迄个时阵10几岁，我是去遐，也算伴唱带的啦。啊，迄时10几岁，迄时老师。老师迄时，伊个会记得讲我去唱伴唱带的时阵，迄时等下咧学啦，等下咧学习吼，啊时嘛是啊伫遐唱真侪伴唱带，啊嘛学习真侪啦，对。爸爸妈妈是毋是足爱你做歌者？其实爱唱歌是我本身个爱唱，啊迄个时阵是爸爸细汉的时阵，伊就真介意唱歌。啊，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云林电台嘛，阮是云林人，爸爸有去考，当时嘛是云林电台要叫伊去。出唱片做歌星，但是阮的阿祖查甫祖无同意，讲吼伊性地歹，惊讲迄跳绳啊吼，惊讲产生无好的代志，所以伊就当讲无爱去唱歌。啊，所以到我的时，我嘛是自囡仔就真介意唱歌。啊，爸爸就讲啊，这查某囡仔才介意唱歌，安尼爸爸就答无啊甲我教啦。啊，我是无经过像讲咱这赖老师这样传统的吼，啊个这样正式的教过安尼。啊，就是来甲亚丽了后，才经过咱的老师，安尼佮甲我调教，佮磨过，安尼就对啦。迄个时阵来，敢有发觉讲，就是较早伫金阁迄个老师。完全无印象咧。安尼，安尼你也讲唔知影伊的时阵，啊，佮无小捌你的时阵吼，你对亚丽的看法是啥？我感觉讲，迄个时阵我熟悉亚丽，是因为是詹雅文吼，雅文姐一首歌就是《实力上我的心》，这首歌我熟悉着。詹雅文、雅文姐哥，咱亚丽唱片公司，我是感觉讲伊首歌真特殊，因为一个所在登低音嘛，啊登低音的所在做技巧，而且这首歌一出来的节奏性，我就觉得蛮不一样的，曲风完全跟迄个当时咧利用无共款，所以我就介意迄首歌的感觉，对。不过来到这，是嘛毋是要你唱詹雅文的歌咯，啊，无是唱啥？你嘛甲改变，幸福人生靠家己，这甲詹雅文是完全无共款的表演，啊，你安怎考虑？啊，伊就本来就唱伊，我是讲迄个合唱的这首歌，对，伊唱了嘛，才有迄个才有味的啦吼，较比较较有感情的物件，啊，咱甲换首较活泼的歌，改变一下，对，再用这个幸福人生靠家己，互伊较活泼的。当时迄个时，阮出了这片的是1999年，拄啊92大地震。对。哦，迄个时阵真正足惨重的。啊，像阮赖老师吼，真正足有心的。伊讲云子，咱就是爱出来做宣传，然后呢，咱宣传拢是去卖片啊、卖唱片。咱甲即个卖唱片即个盈余，咱来甲捐互这救利于这个受灾户安尼。啊，红包费当时嘛是有，因为阮那时阵啊，一年公司拢去啦，嘿，一年分两员工总出门。对。啊，阮迄当阵啊吼，阮所今仔日一只卖偌济，阮拢照排哦，一所在专省走一头。一只牌用啊卖，拢卖就叫当地租者来种也阮就摕互迄当地的租者来甲咱接收去。连咱无讲留咱的本钱拢无啦，讲开咱总出的所卖钱拢捐租者。对。所以咱就拢有由阮去处理啦。所以亚丽，遐咱所救伊所卖物件都是拢捐去租者。不过老师尾也敢若较少人知影讲，这方面你有出着咱的。迄是唔知影啦，这是即摆对你讲我才讲，啊无这个代志，咱讲做善事无需要讲互听啦。甚至我家己我嘛唔知呢，我甲老师见面，老师才讲到这站，我才了解讲，咱迄时阵所做的这个盈余拢是捐出来。我是有听到讲是要捐啦，但是我唔知讲捐去对一个机构安尼。捐拢捐租者啦，像什么？迄个台中广播嘛，租者嘛，拢拜六礼拜吼，拢有迄个
做公益，就是讲今仔伊卖物件就拢交租者。啊，阮的员工咧也讲，甲你讲哦，明仔载袂使休困哦，明仔载总去卖物件，夜里的物件卖拢交租者。其实我感讲欢喜心就好啦吼。做好代志是家己有利啦，毋是不利啦。对对。哦，所以子孙啊，无咱这现代无点着，会点咱的子孙嘛。咱这算合做种福田呐，种福田呐，安尼就好啦，对。对啦对啦。吹来，使人心花开。一个人自由自在，舒舒服服靠家己。因为我已经决心将你放袂记，心爱的，梦中已经拢无你。最后一摆想起你名字，热情的你。无情的理由，伤心的人拢总放乎袂记，幸福人生靠家己。心悲，凄凉的暗风吹来，使人心花开。一个人自由自在，舒舒服服靠家己。因为我已经决心将你放袂记，心爱的，梦中已经拢无你。最后一摆想起你名字。你迷人的你，风流的你，无情的理由，伤心的人拢总放乎袂记，幸福人生靠家己。舒舒服服靠家己，因为我已经决心将你放袂记，心爱的，梦中已经拢无你。最后一摆想起你名字，热情的你，迷人的你，风流的你，无情的理由，伤心。靠家己。林志杰来到亚里嘛，一地就大风洞，一条是幸福人生靠家己。过去迄个 MV 吼，咱看真正老实话，咱足用心拍，足俏丽。不过吼，另外搁一条，搁较轰动，就是心无奈，对不？对，这首心无奈，其实迄个时阵，咱老师吼讲，云子，你敢知你这张专辑对一首有对？我讲我唔知咧，讲心无奈真受到大家喜爱呢。哦，啊，你先我摕着这首歌，先讲哦，啊，这歌词安尼倒倒啊，无几句吼，哦，佮写了真入味呢吼。然后句句啦入精髓了对了吼，虽然无几句，但是写了讲有你在身边，逍遥自在，失去你有无吼？哦，我感觉这安尼，互咱想着感觉讲，会想着讲，咱的士大人有在身边的时阵，感觉足自由自在吼。啊，无士大人在身边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哇，
失去了好多，或是朋友啦。其实我讲这首歌是足大众化，这个感情点的，迄个互人感觉感受的对。所以我唱了这首歌，我感觉讲很感恩。真的，老师，你再造了云子的另外一只腿。只要你安尼讲吼，敢若足深入的吼。不过我听老师咧讲，迄当阵咧翕 MV 吼，你拢无进入这个感情咧。完全无啦，迄是即马目前最后年纪吼，已经到老迈有一阵的年纪才有了解这吼。迄个时咧拍 MV 的时足趣味，因为拍戏互人生活家己足快乐的嘛，然后一路上拢足高兴的，然后想到导演就讲。啊，小等下，迄首心无奈，遮悲情，啊，这安尼遮快乐，表情是变哪拍起来就无迄个感觉。你拍 MV 的时候，因子可能迄个表情吼，无够迄个，无够哀怨的，底下就变得导演拍一届、两届、三 NG， 啊，就死了啦，啊，拍啦，我收，迄机票我等的，你知道？你老这样子。背呢？迄个要互伊的，伊从啊趁着歹啊，歹拍，那叫性格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导演是啊吼，无来导演真正是足好的导演吼，啊伊是可能嘛毋知是安尼讲是啊袂晓讲也袂记哩啊啦。反正我记得去扣1张50万机票咧，导演拜托啦，慢紧啦，啊慢慢来，啊因子所转，所咧哭你知啊，啊拄啊拍伊台拄啊哈。无啦，啊，就是拄啊，即个剧情爱有够，因为咱对这拍这算无内行，我袂晓嘛。你若讲唱歌，可能我较无问题。但是你若讲 MV 要叫我演戏什么，我就袂晓啦。但是我嘛感谢这位导演吼曲导嘛。对。当时感谢你有这个举动，才会产生让云子有这么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才靠会出来。啊，无根本你流目屎就流袂出来，收快乐啊。迄个时候你是惊到是吗？不是惊到，我想讲那个时候应该是觉得说，那导演忽然之间骂我，就觉得有点委屈的感觉。我觉得是不是他因为要以这个方式，好咱有这个心情点，然后你才有好点点的这个表情。我嘛是会感觉是安尼啦。可能咱算自细就是庄卡查某囡仔吼，啊较避暑，所以讲你要表现那是啥物，可能较有人看到会觉得较别扭的感觉是。是讲你来到亚林，我那真认同这间公司，是，佮介绍其他的同事歌手你来得无？对啦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毕竟讲，咱这个业界一定要有一个新的，就是一股新流进来吼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无可能因为是咱在唱，啊，当有新的歌架里面有注入新的新血轮，我觉得这是很好。同时，咱公司的新的是讲，因为赖老师一家原诺迄位师姐她没有要唱，所以就才是有云子在进雅丽公司来嘛。啊，然后到我就想讲，老师以前甲云子讲，啊，你都爱像詹雅文的这个开口好无？我讲老师，咱来参详一下吼，因为我较早捌出过专辑啊，吼，啊我情难当嘛袂醒，大家拢有感觉讲我唱法是啥物款啊？所以你莫甲我想改伤济，你着摕一个新人，咱来甲照这个目录曲，怎甲卡过就好。啊，就是老师讲，这个 idea 不错哦。对，啊，就是有人摕一个，就是也是女生的，一红百惠的声嘛。迄时伊也毋是红百惠。无，毋是，伊带来公司唱我听。对，啊，你甲录起来嘛，啊，然后你讲唱首风雨情。对，啊，你甲录起来讲，啊，这个唱，这个袂使，我老师会使，客起来。唱我听，是我无甲用。你就是去 KTV 唱的啊。到尾伊过来甲我讲一解。我讲讲好啊，无你，我感觉讲，我的印象就回味了那一个歌手啦。哦。迄当阵啊，伊伫西安那遐吼，都卖，反正卖化妆品啊啥无好过。哦，安尼吼。好啦，啊无你叫伊来啦，反正我就是甲练啦。对。啊，百货来先啊，就是我就是每个月互我一个薪水固定的吼。啊，你就跟他练歌，啊，若看什么人啊，你无闲。你就去斗做，叫你今仔斗做啥，你就斗做啥安尼。对。然后规心伫互公司练歌，你嘛是照员工安尼做。对啦，啊以前老师嘛做甲栽培，啊以前我就讲老师啊，你就照安尼像姚文杰唱法，你安怎教你就教百货嘛。啊老师嘛甲号苗这红百货就是甲好的。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是一个缘分啦。啊以前算伊一个新人，我嘛出来上节目。我感觉讲因为毕竟咱有这个缘分，所以就是师姐妹嘛，啊大家互相安尼。啊有伴。啊是安那，你会去甲做迄条道上，到即摆大家搁只爱点。道上这个问题吼，但迄一年都也失去一个大兄吼，去爬山摔死吼，300多岁就摔死啊，就写迄歌就9年开始写这歌，啊就甲因囝讲，这恁老爸啊都死啊，
这就是顶要互恁怀念的啦。我刚刚迄个 MV 吼拍到足感动人的。安尼吼，嘿，我刚刚讲他把这个爸爸跟女儿的感情拍得很好，斗赏嘛，迄个斗赏就是爸爸啊，斗赏啊，对。啊，所以迄个新红包伊嘛真认真啦，讲实在吼。啊，老师你敢嘛就缘的啊？嘿，我真正 MV 吼，迄真正规个衫真正甲烧落啊，这个，你拢无安人去走囡仔咧，小女子你大力甲牵落，安尼够较写成啊！实啦吼，啊嘛真乖啦，这查某囡仔真乖吼，啊嘛真肯受罪，啊真肯受教安尼啦。云子甲百惠来讲起来吼，亚丽虽然讲走一个愿望，咱已经有情愿啊，已经有发挥啊，啊那尾也敢若一站了，敢若佫较无遐尼照起工伫咧出片。尾啊了后就佫加一个刘玉玲入来啦。啊，伊当初啊，就哪里讲诶？凡事你去做代志，新人就绝对开钱，绝对袂讲像讲，伊咧感觉就是讲冤枉趁钱来栽培车，好像，个表示讲公司安尼较无好就对啦。但是你若无新人入来，你后摆老诶人，你也想到后壁呢，无新加入来，后壁头前啊走去后壁咧。无人啊，啊，毋就怎啊错起来。啊，所以安尼咱就会，啊，就歌手吼，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样，袂使增加人了，对啊，增加人，要安怎讲，这就袂晓讲啊。敢若我趁钱咧分恁开呢。对，所以迄个是，袂晓讲。所以迄个时阵我伫夜里出2片尔，我就离开啊。对，其实我甲老师是签5片咧。对，啊，所以这中间有一寡淡薄仔小寡吼无理想的所在，所以我感觉讲。我嘛无想要讲，因为我的人，我就是较无爱甲人伫遐有诶无诶伫遐争来争去，所以我就说，啊那老师无咱甲遮就好安尼，所以我就离开啊。啊，所以第一片是幸福人生靠家己，吼啊第2片就是情也树爱也分嘛。啊，所以一间公司我讲怎么说，这嘛是老师有真大诶一个吼心肝头诶无爽快所在嘛有啦。对。今仔日中午有这个机会。是啊，爱甲老师手握一个，握一个手，老师感恩你，吼，真的，我觉得说，人讲吼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啦，吼，啊，其实，因为虽然咱是短短2短专辑的感情，但是我敢讲，咱的感情永远伫咧。你甲看，咱国珍弟弟做这个节目，心所爱的歌，一开始就讲，云子姐，你想要找对一个老师，咱做就会来上节目。我讲，弟弟，咱来找亚丽唱片公司的头家赖清木。赖老师来，伊讲赞。对。老师虽然吼亚丽较保守做，不过老师从来毋捌提出台语的歌单。到前几年，小虎哥蔡小虎，啊，搁咧唱老师写的新歌。有啦。老师一直咧发挥。对。流浪不是阮的命。迄首无拍，不过嘛搁真轰动。对。有啊，不错，那首歌越听越好听呢。对啊。其实我感觉老师伫咱台语歌坛吼，真正是奉献很多啦。因为老师所做是较日本演歌开口的台语歌，啊，咱大家都知影讲，咱早期是真侪长辈吼，长者拢受到日本教育，所以真喜欢听这种的melody罗力。啊，所以老师你所做的吼，真正足受到大家喜爱，爱继续啦。好啦。安尼啦，我嘛是欠歌啦，欠好歌。对，我即马甲老师邀歌呢，我即马要做一寡吼，我家己介意唱的歌曲就对，我是有这个想法啦。即摆已经高门独市啊，你毋知有感觉？对啦。所以这个歌若做，你若要做，你就爱直直做。起码做毋是一个人听做，爱共业来做。你啦，这个老师、迄老师来，咱共业来做，大家出力。共同。照我怎做呢？对。歌手不要用一个呢，一个是无效呢。你的歌有限嘛？对啊。你这个市场才会对嘛？即马就是爱变做互相收经，互相收经啦，市场。拢爱用收经的。对。但是即马无人咧买嘛，大家拢下载，啊，来来看者，伊一路就有啊嘛。所以即马变做这个音乐的部分，就是变做工业的。对。工业。啊，就是讲意思有钱公家赚啦，啊，大家互相收经，啊，大家出个人的这个才能出来，啊，做伙做安尼。因为即马都无片啊通卖嘛。对。电波你有限嘛，吼，电波你若有点到钱嘛，啊你开录音室的钱，录音的钱，写歌的钱，所以说是爱强啦。啊，我出啥，你出啥。对。我听老师安尼讲，就知影讲老师啊，佫有雄心壮志。我期待所有的歌迷，甲云志杰共款，拢做伙期待。是。老师爱佫发挥，对，咱佫拼，加油！
老师，我拜托你哦，把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嘿甲阮印落一个阮流传的手印，好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出名的艺人共款。老师请。好嘞。老师谢谢，老师来，老师请坐。台语歌坛演歌路线的教父，这是我一个下辈，我的心内深深的体会。用咧讲，无赖青木永川老师，都无詹雅文，都无后壁面，遮侪爱听演歌的人，有遮尔侪好歌通听。所以老师，未来的歌坛爱搁期待你的新作品，亲像你写好《错小好小好兄》，遐尼迷人的作品，甲去伫网络会铺出来共款。对啦，老师对啦，对对对。多谢云之姐，谢谢永川老师来跟咱谢谢开讲，谢谢心所爱的歌会会，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